3字。第二屆唔係，即係擺咗出嚟先。係啦，第二屆嘅陀螺大戰，好嚟啦，OK，影晒啦。有擺翻好先。係喎，如果我掉上去 IG 嘅喎，隨時我係，可以啊因為我係有個 YouTube channel 㗎。好啊，好，即係我呢邊先。好好啊。好咩嚟㗎？呢個冇事嘅。冇事。好，之後鯊魚，好冇事對鯊魚。 3、2、1 go。哇！又係咁樣啊！哇！鯊魚好大㗎。哦，唔係，如果避到鯊魚嗰啲攻擊就冇人睇㗎啦。撞佢出去。 1-0。哦，係1-0，啱。阿斌1-0。係咩嚟㗎？神像。神像對咩？子彈。神像對子彈，好。 3、2、1 go。哇！哦，冇啦。唔緊要，2-0啫，都係2-0啫。 2-0。係啊，仲有得追，而家。好，呢個係鳳凰。鳳凰對柯柏文。課文對好，阿柏文。鳳凰對柯柏文。 3、2、1 go。2-2啊2-2嘅啫， 2-0。仲有得追而家，大家雙方都有得追。日本有隻字好，哇鯊魚對柯柏文，係柯柏文。柯柏文好。 3、2、1 go。哇！3分，哦，完，好，OK，冇問題。榮耀天馬。好，榮耀蒼龍。係啦，榮耀白龍。之後細沙，然之後仲有，咦？係咪蠍子蠍子，然之後仲有隻皇帝天馬。皇帝天馬，哦，好皇帝天馬。嚇榮耀天馬。嚇，兩個都天馬系列。 3、2、1 go。哇，兩個都持久得好緊要喎。喂，兩個都炒緊底喎。哦，冇啊，1分，1-0。榮耀蒼龍。好，好，又係蠍子，1分啫。 3、2、1 go。準備有勝負啦。哦，打和。重新嚟過，重新嚟。係啊，打和啊，重新嚟過。 3、2、1 go。哇！突然間個和，哇！好得2分。3-0係。唔係啊，唔係3比啊，係喎，又係喎，第二鋪啫嘛。係啊，第二鋪係啊。榮耀白龍。3、2、1 go。得，打持久戰啊！而家吸佢啊！哦，喂，哇，方馬為勝喎！好嘢！好，大沙對細沙，好嚟啦！ sorry， 3、2、1 go。蠍子對咩啊？神像。蠍子對神像，好。 3、2、1 go。要啦，又係要，好得啦。左黑龍，10歲鯊魚。死鯊魚。
冇啊。頂，好好 ，3、2、1 go！蝦紅個底係細鯊魚底啊嘛。即 LR 咯。哇！得1-0。好1-0。好，細沙細鯊對陸神。嚇陸神將啊，又大鑊。好 3、2、1 go！1-1。制啊！即係你唔會個題係很清楚。鳳凰，大家鳳凰對鳳凰啊！今次哇好靚喎，今次頂。首先，我飛出界賽。好3、2、1 go！你嗰隻幾多重量啊？2-1。好，大沙對細沙，呢次有啲大鑊喎。好，3、2、1 go！係3-1。3-2。好。俾我。好，左黑龍對神將。好3、2、1 go！等，好，3、2、1 go！時鐘咁樣。吸喎，有吸喎。哇！3-3。哇！你每一次都係咁喎。係咯，我可唔可以用翻呢隻架？可以。係咯，應該唔得㗎。係啊，好。第2 round 係排晒。係啦，咁好，好咁呢個啊，鳳凰對鳳凰。係我攞翻鳳凰對鳳凰啦，好，有冇大鑊？好3、2、1 go！啱。第2屆。